今仔日儿童节，嘉义布袋布成国小这位女学童李甜心真可处，为了要替单亲的新住民妈妈斗分担，为读幼稚园开始，就学爬蚵仔，不时就爬甲两只手老血老滴。但是伊无咧惊，即摆练出着好本领，10秒就会当爬一粒蚵仔。参加游水比赛、画图比赛，嘛拢来吊顶，竞选今年嘉义嘉湖中心的自强儿童。破开蚵仔壳，甲蚵仔吐起来。嘉义布袋镇读布成国小5年的李甜心，伊对5岁就开始学破蚵仔，去年还佫摕到全国比赛第7名。我4年级参加过口科比赛，然后大概10秒剥一颗。同学下课拢去佚佗，不过伊拢替妈妈咧破蚵仔补贴家用。最多可以剖到10几斤，那就是这样，1斤可以25块钱的话，一天最多就是大概有400块钱的一个帮助家里的一个经济这样。伊妈妈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，离婚了后，家己请养一对子女，讲伫个查囝已经学了。先把功课做好，才叫他帮忙。对啊，做功课都第一啊。伊若是功课第一，也阁是有氧的选手，几啊次比赛拢有得名，而且伊的画图作品呢，嘛有就选全国儿童比赛。伊用奖状向妈妈表达感谢。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他，